镜头来看国际消息，美国是用打击毒品做理由，便若经过加勒比海甲太平洋的船去互因怀疑到，就去互美国碰掉。昨美国阁宣布讲，要甲全世界上界大只航空母舰福特号派去加勒比海台面，这就造成附近的国家委内瑞拉随抗议啊。因的总统马杜罗就批评美国是咧起无空引起战争。 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20日下令，目前全球上大军舰驻防伫欧洲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开往加勒比海太平5角大楼之出。这项行动就是要透过政策监视甲组织，危害美国本土安全甲环境参涉破球安全的违法行为，加强打击毒品贩运甲消除跨国犯罪组织的能力。面对美军渐渐积极伫家己的出门口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日批评川普政府咧捏造战争。 Se están inventando una nueva guerra eterna. No pueden decir que estamos construyendo un arma nuclear. No pueden decir que tenemos misiles apuntando a las ciudades de Estados Unidos. No lo pueden decir, ¿verdad? Y como no pueden decirlo, se inventan un relato extravagante, vulgar, criminal y totalmente falso. 目前，美军已经伫加勒比海委内瑞拉近海附近驻防超过6000名海军甲陆战队员，分布伫8架舰舰。那福特号战斗群来到，可能阁增加约4500名海军，阁加上并配合航母的9个飞行中队。外界理由，川普政府针对毒品走私的行动会扩大到什么款的地步？敢是可能就此杀到马杜罗政权？川普进程已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CIA 伫美国进行秘密行动，阁较无排除陆续行动，想要将马杜罗甲毒品交易挂钩。 美国政府最近伫加勒比海甲太平洋几啊摆拍沉所谓的运渡船，已经造成40人死亡，也毋过其中真侪人其实是渔民。加勒比海国家千里达甲托巴哥的40个渔民瑞死，10月中伫海上互美国断死。All leave me in pain. You all leave me in tears and sorrow, hard to get over. I do not want to hear the words sorry. Sorry, can I bring back my son? 另外一方面，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2日宣布，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进行制裁，指责伊放任古可见流入美国，无法度阻止毒品贩运活动。也毋过佩特罗随即发文宣布，伊也正早伫路过委内瑞拉甲北韩元首了后，搁一回互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现任国家元首，也代表美国甲哥伦比亚关系陷入新低点。公司新闻记者金平业。